個凍陰功至尊水萬萬。呢位嚟自新加坡嘅喇沙小公主，哇！佢哋嘅材料夠晒份量啊，用料夠豐富，香料夠晒刺激。叫得做智慧哥，有咩未食過啊？咁你要試下壽土非油炸嘅喇沙系列、冬陰功系列啦！激死我啦！咁地道，我仲使乜飛過食啊？酸辣冬陰功、香濃喇沙、壽土東南亞口味系列，壽土。每日 keep 住最好嘅表現，除咗不斷嘅努力，仲要更多嘅支持。全新 Swiss 多元維他命，蘊含超過40種成分，一粒打造40種健康功效，由內至外維持力量同耐力。Swiss 與眾不同。2S 神探救我啊！拎佢，一睇就知你做生意急需周轉，有樓喺手，一案二案幫你搞掂。冇嘢解決唔到，221財務。中局借錢梗要還，咪俾錢中介。Eon 連續10年包場，華貴搶閘先玩。10月1號 ，Eon 海洋公園哈囉喂會員同樂日，恐怖鬼屋逐個入，猛鬼隻跟到實。Eon 卡會員可先攞飛後消費，有普通門票及限量2000張優越門票，優先玩進恐怖鬼屋同額外3個驚嚇景點，全場 We 哇鬼叫夠晒嗨！一張飛由朝驚到晚。嚟 Eon 分行出卡兼出飛，最快30分鐘到手。藍妹小姐幾多點？8點半飛日本。藍妹小姐幾多點？11點開筆啦。7點鐘食鮑魚啊！爽啊！飲藍妹鬥快草樽蓋滑拉環，拼啱時分隨時中獎，總值400萬。做藍妹 moment， 越開越開心。美國聯儲局議息記錄顯示，官員對於縮減資產負債表基本上已經有共識，但憂慮通脹放緩對利率嘅去向意見分歧。美國總統特朗普解散2個商界諮詢組織，擔心政治危機惡化拖累美股升幅收窄，但道指仍然連升第4日。美國同加拿大、墨西哥開始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美國暗示傾向推倒重來，但加拿大、墨西哥拒絕。各位早晨，歡迎收睇環球財經消息。美國聯儲局上個月嘅議息記錄顯示，官員對於縮減資產負債表基本上已經有共識，但憂慮通脹放緩對利率去向意見分歧。根據會議記錄，聯儲局官員花咗一段長時間討論近期通脹狀況。多名與會官員估計，通脹率停留喺2%目標以下嘅時間可能會比目前預期長。公開市場委員會喺呢次會議議決維持利率不變。部分與會官員認為喺目前環境下應該保持耐性，暫停加息，直至確定通脹率正係向住目標回升。但有另一啲官員擔心，勞工市場表現強勁同股市暢旺，可能會刺激通脹升溫。等太長時間先至加息，可能會導致通脹升穿目標。到時要扭轉狀況，就可能要付出好高代價。會議記錄又顯示，官員預期縮減資產負債表計劃可以喺唔影響市場嘅情況下順利進行。有個別官員本來已經準備喺呢次會議公佈開始縮表時間，但係大部分與會官員認為應該喺稍後嘅會議先至決定縮表時間。無線電視尤家輝報導。美國聯儲局有官員認為無需延後加息同埋縮減資產負債表嘅計劃，認為聯邦基金利率正常水平應該去到2.5厘。聯儲局議息記錄公佈同時，局內多名官員繼續點評經濟、息口同縮減資產負債表嘅前景。被外界視為較為鷹派嘅克里夫蘭聯儲銀行行長梅斯特喺接受路透訪問嘅時候話：雖然近期美國通脹疲弱，但經濟同薪酬增長持續，聯儲局貨幣政策正常化唔應該受到短期波動影響，所以無需延後今年再加息一次嘅預測，以及縮減資產負債表嘅計劃。佢又話特朗普政府嘅風波未影響對經濟嘅預測，現時仍然預計會增長大約2%，但係需要留意商業信心會否因為有不明朗而受損。
做過聯儲局主席耶倫經濟顧問嘅三藩市聯儲銀行行長威廉斯亦都話，加息之路現時只係行咗一半，未來幾年仍然需要加息，估計正常嘅利率水平應該要升至2.5厘。佢又預計失業率會回落去到4%，即係2000年科網泡沫以嚟最低。聯儲局首名黑人高級官員，出年議息時會有決策權嘅亞特蘭大聯儲銀行行長博斯蒂克喺接受財經頻道 CNBC 訪問時表示，雖然數據顯示下半年美國經濟會明顯改善，但係擔心唔知點解通脹會持續低迷，對總統特朗普3%嘅經濟增長目標亦都有所保留。無線電視陸子琪報導。紐約股市向上，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連續第4個交易日上升。不過美國總統特朗普解散製造業同埋商界2個顧問委員會，令到大市升幅收窄。收市係升到25點，報22,02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升3點，報2468點。部分消費品股有買盤帶動大市上升，不過美國總統特朗普解散製造業同商界2個顧問委員會，影響大市升幅收窄。聯邦儲備局上個月議息會議記錄顯示，決策官員擔心最近通貨膨脹疲弱，消息對減低大市波動並冇幫助。道指上晝升近87點之後回落，下晝中段升幅收窄到3點，不過喺22,000點有支持，尾段再度向好，收市連續第4個交易日上升，全日高低相差83點。零售商 Target 季度業績好過市場預測，股價升3.6%。美化家居用具零售商家得寶股價上日下跌之後反彈，升1.3%。科技股方面，納斯達克指數收市報6345點，升12點。無線電視由家輝報導。互聯網設備製造商思科系統業績差過市場預期，喺美股收市之後嘅交易時段，股價曾經跌超過3%。思科系統上季度賺31億美元，按年跌3%，扣除特殊項目，每股盈利係48美仙，比市場預期嘅51美仙少。收入跌4%，去到121億美元。公司預測今個季度每股盈利介乎48至到53美仙，市場平均預期有52美仙。收入會跌1%至到3%，即係最低不足120億美元，市場平均預測有121億美元。美國多名企業嘅高層因為不滿總統特朗普喺種族問題嘅態度，相繼離開2個政府諮詢組織之後，特朗普宣布正式解散2個組織。美國弗吉尼亞州種族衝突風波，總統特朗普冇迅速明確批評白人至上嘅示威者，態度備受外界質疑。繼英特爾等大企業高層之後，金寶湯、3M 等製造業公司嘅行政總裁亦都紛紛劃清界線，辭任特朗普成立嘅2個商界諮詢組織，即係製造業顧問委員會，仲有戰略及政策論壇嘅職務。特朗普之後喺社交媒體發文，宣布唔想向商界人士施壓，決定正式解散2個組織。多個媒體引述消息話，領導戰略及政策論壇嘅私募基金黑石主席蘇世民星期3召開電話會議，會上多個企業高層表達關注特朗普喺種族問題嘅表態，絕大部分與會者支持解散組織。其後蘇世民向特朗普匯報會議結果之後，特朗普就正式宣布全數解散2個諮詢組織。原本係諮詢組織成員之一，一直支持特朗普嘅摩根大通行政總裁戴蒙，亦都發表內部通訊，表明強烈唔同意特朗普對衝突嘅回應，話種族主義、暴力肯定唔啱，領袖應該團結而唔係分裂人民。特朗普2月成立2個諮詢組織，希望喺稅務改革同創造職位等議題收集意見，但係《華爾街日報》引述消息話，自從第一次會議之後，組織冇再開會，唔少成員都質疑組織存在嘅目的。除咗2個諮詢組織，對特朗普更大嘅打擊可能嚟自國家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科恩。紐約時報引述消息話，本身係猶太人嘅科恩對特朗普喺種族問題嘅言論感到憤怒同埋極為失望。外界憂慮一旦佢請辭，會導致多個官員跟隨辭職，影響推行重大經濟政策。無線電視黃文軒報導。美元匯價先升後跌，美匯指數由接近3星期嘅低高位回落。
市場預期美國會再加息，加上地緣政治緊張緩和，美元受到支持。不過，聯邦儲備局官員擔心最近嘅通脹疲弱，意味住可能會暫停加息。美元受到影響，美匯指數跌穿94，跌幅有0.4%左右。最新美元匯價：日元110.07，英鎊1.2891，瑞士法郎0.966，歐元1.1768。加元1.263，澳元0.7934，新西蘭元0.7308，港元7.8215。今朝早啦，請嚟葉澤恒同我哋分析下外圍市況㗎。Alan 早晨。早晨，時事。嗱，見到聯儲局嘅議息會議記錄顯示到咧，就官員咧擔心呢個通脹啊，暫時對於係咪加息咧，仲係咧意見分歧嘅。你睇今年咧再加息一次嘅機會咧，係咪都變得好微咧？嗱，睇翻嚟講，其實個經濟數據喺美國方面其實都唔係咁差嘅。咁特別係就業市場方面啲數據咧，其實都表現比較強勁啦。咁同埋近期公佈零售銷售嚟講咧，亦都見到有個改善喺度。所以變咗嚟講咧，美國個整體經濟情況咧都唔係叫做太過差嘅情況底下咧，聯儲局咧其實12月嚟講仲係有個加息機會喺度嘅。而利率期貨顯示嚟講，其實而家加息機會咧，其實12月嚟講仲係有40%以上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睇翻3月份今年嚟講，其實都試過係臨尾2個禮拜嘅時候都有一個變數即係情況底下啦。咁所以喺12月嚟講，其實加息機會都仲係有喺度嘅係。嗱，而家聯儲局咧暫時對於加息嘅意見就分歧啦，加埋特朗普政府咧又有危機啊，多個商界領袖咧都係由個諮詢組織度挑選啦。嗱，今年之後嘅時間啦，美元嘅走勢會係點呢？嗱，睇翻美元嚟講，其實近期咧都見到一個比較明顯下跌之後咧，其實似乎喺92、91啲水平咧，其實見到一個初步支持嘅。咁但係似乎嚟講咧，喺內部政治嘅環境唔係咁明朗底下咧，其實投資者方面咧，似乎都開始將投資喺美元方面嘅資產量有個分散喺度。咁所以變咗嚟講，對於美匯指數，即使係下半年再加息都好啦，其實可能美匯指數嘅升幅量都相對有限嘅。而家睇法嚟講，其實美匯指數應該今年餘下時間咧比較難上翻100以上嘅係。好，唔該晒 Alan 咁詳細嘅分析。美國同埋加拿大、墨西哥開始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美國暗示啦傾向傾倒重來、推倒重來，咁但係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就拒絕。重新商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第一輪談判火藥味已經好大。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表明，總統特朗普唔係要小修小補，暗示想重新編製協定，包括加入反對操縱匯率嘅條款，仲有加強限制美國汽車業由其他國家入口同埋組裝零件等。For countless Americans, this agreement has failed. We cannot ignore the huge trade deficits, the lost manufacturing jobs, the businesses that have closed or moved because of incentives, intended or not, in the current agreement. The numbers are clear. The U.S. government has certified that at least 700,000 Americans have lost their jobs due to changing trade flows resulting from NAFTA. 但係與會嘅加拿大外長方慧蘭反駁，協定有助創造職位，促進北美洲區內經濟增長，更加表明美國有受惠協定。墨西哥代表亦都強調，重新商討協定唔係要推倒重來。Canada doesn't view trade surpluses or deficits as a primary measure of whether a trading relationship works. Nonetheless, it's probably worth pointing out today that our trade with the U.S. is balanced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In fact, the United States ran a slight surplus with us of $8.1 billion US. The process we begin today is not about going back to the past, but is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Mexico believes that NAFTA has been a strong success for all parties, and we also agree that there is room for modernization in order to make this agreement even more successful. 瓜哈爾多喺會後話，相信對話可以協助尋找共識，不過承認第一次會議難以收窄分歧，又表明限制入口同埋組裝零件唔適合針對個別國家。方慧蘭亦都希望修改協定唔會損害供應鏈，已經為談判破裂作出準備。無線電視黃文軒報導。
有消息話，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喺下個星期聯儲局年會唔會有新嘅政策訊息。德拉吉事隔3年再次出席聯儲局年會，市場本來預期佢會提及歐洲央行開始收緊貨幣政策，但係央行發言人話，德拉吉嘅講話會圍繞住會議嘅主題，即係點樣培育充滿活力嘅全球經濟。又話德拉吉上次議息之後已經表明，最快9月先至開始討論調整貨幣政策。油價下跌，市場關注美國原油產量上升，全球供應可能過剩。紐約期油連續第3日下跌，收報每桶46.78美元，跌77美仙，跌幅1.6%。倫敦期油收報50.27美元，跌53美仙，跌幅1%。美國能源部公佈，上個星期原油庫存減少接近900萬桶，係連續第7個星期減少，減幅遠超過市場預期。蒸餾油庫存增加70幾萬桶，汽油庫存增加2萬幾桶。市場原本預期兩個數據都會減少。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解散兩個商界諮詢組織之後，有避險資金入市，支持金價反彈接近1%，結束咗連續2日嘅跌市。紐約期金以每安士1282.9美元收市，升到3.2美元。現貨金最新賣出係報1284.12美元。日本出口連續8個月增長。7月份出口增長1.6%，略差過市場預期，主要係受惠向中國出口增長1.7%，係連續第9個月有增長。期內嘅進口升1.3%，貿易順差接近4200億日元。日經平均指數最新係報19719點，跌緊9點。休息一陣先，轉頭返嚟仲會報道。受惠手機遊戲收入增長帶動，騰訊上季多賺70%，遠好過市場預期。騰訊喺美國上市預託證券 ADR 嘅股價創新高，管理層相信內地手機遊戲業務仍然有好大嘅增長空間。話晒 Ken 都係姓令嘅，佢唔信任我冇説好講。不如我哋唔好再查落去啦，好唔好啊？但我真係要查出究竟邊個偷走筆錢。我信爹哋啊，咁即係話，無論我講啲咩，你都一定要查落去啦。你自己查到夠，我唔會參與。大班冰皮月餅呈現同盟，今晚9點半翡翠台。顛覆你對梅酒嘅想法。The Choice 誕生。海馬牌床褥譽滿30年，喺1988年，我已經同海馬牌合作，亦睇住佢攞咗連續28年床褥銷量冠軍。我對佢好有信心。我中意海馬牌瑜伽質感床褥，面層柔軟舒適，另一面硬身夠承托。我中意佢嘅竹炭布夠乾爽，吸濕吸異味，仲有防菌防蟎功能。一種床褥兩種感受，瑜伽質感床褥現以驚喜價發售。近80%受訪人冇準備突發醫療開支，做嘢忙都擔心健康㗎，公司醫療唔夠點算呢？忙都要為自己着想。信諾升級醫療保，每日3蚊就有額外高達港幣100萬醫療保障。做足準備先有得享受沿路風景㗎。信諾自選醫療保，入院免按金，出院免找數。個仔入咗校隊，成日出國比賽。運動好易傷，幫我仔買我哋份全面嘅醫療保險，先至放心。信諾專上醫療保，每年提供超過港幣2000萬全球醫療保障。投資係健康，除咗想健康有保障，都想有回報。信諾108 Return 健康全面保，期滿後可獲108% 保費回贈。信諾全線醫療保障計劃，靈活配搭，為你與家人健康生活做足準備。信諾真係同路人。揾好工，揾人才 ，Top Leader 招聘網站實幫到你。好老闆，正員工，盡在 Top Leader。揾工請人，即上 topleader.com.hk 啦。
奧至尊健康教室。捱夜傷神，搞到眼都攰，食藍莓 Super Eye Care 可以保護眼睛健康，舒緩眼睛疲勞。一日一粒 ，keep 住眼睛健康，守護健康。奧至尊。奧至尊藍莓 Super Eye Care 震撼價199蚊，快啲嚟萬寧買啦！人人生而平等，即使彼此嘅性傾向或者性別認同唔一樣，都應該享有相同嘅機會，得到平等嘅待遇。不同性傾向同跨性別人士唔應該受歧視，多啲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洽相處，不歧視，多包容，平等對待不同性傾向及跨性別人士。聚焦大市熱點，追蹤市場動向，銳見教育特約財經焦點，星期1至5逢交易日下午5點3，無線財經台。財經焦點係由銳見教育特約播映。咁好多嘅年青人根本香港上唔到車嘅，咁佢諗下啊，我都可以喺外國買啲樓啊，都可以做到業主，係咪先？但係去到外國，你始終都靠海外嘅機構啊幫你收租，係咪真係可以做到？係睇個租務市場嘅大細，呢個係個關係嚟嘅。相對論今晚8點半，無線財經台。翻嚟節目時間，騰訊上季純利增長70%，遠好過市場預期。公司喺美國買賣嘅預託證券創新高，收市折合339個1毫6，比本港收市升15個9毫6。騰訊第二季嘅成績表盡顯股王身價，上季賺182億人民幣，按年增長70%，按季亦都增長2.6%，遠好過市場預測嘅134億人民幣。上半年累計純利增長6.4%，至327億人民幣。集團認為內地手機遊戲業務仍然有好大嘅增長空間。Game playing in China is still at a relatively early stage of growth. For example, our smartphone game daily active users in the second quarter grew over 40% year on year. And of course, part of that's driven by new games that we've released in the last several quarters. I think we've done a good job. 受惠旗下《王者榮耀》同埋《英雄聯盟》等手機及電腦遊戲大熱，集團上季增值服務收入按年增長4.3%至368億人民幣，按季亦都再增長半成。值得留意嘅係，反映直播同埋視頻等等業務嘅社交網絡收入增幅更大，按年升5.1%至129億人民幣，貢獻增值服務收入超過30%。而隨住視頻流量增加，微信朋友圈同埋公眾號嘅廣告收入上升，刺激整體網絡廣告業務收入按年增長5.5%，按季亦都大升4.7%。截至6月底，微信活躍用戶超過9億6千萬戶，較3月底增長2%。無線電視曾希文報導。中國聯通母公司公布涉及一共780億人民幣嘅混改方案，落實引入騰訊、阿里等內地4大互聯網公司。不過喺上海上市嘅母公司話，由於技術問題會繼續停牌，預計喺3個交易日之內復牌。而本港上市嘅聯通亦都繼續停牌。聯通落實 A 股混合改革方案，內地4大互聯網巨頭阿里巴巴、騰訊、百度同京東等會成為戰略投資者，認購90億股 A 股嘅新股，配股價係6.83元人民幣，仲會向聯通母公司買入19億股 A 股。交易完成之後，戰略投資者持有擴大後股本3/4，聯通母公司喺 A 股嘅持股比例將會由60%以上下降去到3/6。民營企業當中，以騰訊投資110億元人民幣最多，佔超過半成。國企方面，中人壽投資超過200億元人民幣，佔超過1成。我們和每一家公司都有在業務方面重點發展什麼，都已經有一個初步的框架協議。甚至我們可能有的是業務合作，有的可能是 JV， 在具體一個業務上能夠做得更細更深的業務合作，都在探討之中。至於 A 股聯通配股之後會向香港上市嘅聯通注資，不過目前仍然未簽訂協議。聯通話資金將會用於提升4G 同5G 嘅技術，以及創新業務發展。
業績方面，喺香港上市嘅聯通半年多賺近70%，中期純利超過24億元人民幣，經營現金溢利按年增長超過50%，唔派中期息。無線電視葉詠賢報道。交俾同事講下最新嘅天氣情況。各位早晨，係麥思敏同你睇天氣。今日繼續陽光唔錯啊！先睇下分區氣溫。截至上晝7點，各區嘅最高氣溫係介乎27.1到30.2度，而最低氣溫係介乎25.8到27.9度。咁睇下衛星雲圖啦，副熱帶高壓脊正係覆蓋中國東南部，咁同時廣東西部沿岸有驟雨。預測係大致天晴，朝早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天氣炎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輕微至和緩嘅偏南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晴酷熱。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介乎低至中嘅水平。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係11，強度屬於極高。再睇下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潮州、梅州、惠州、深圳天晴。東莞、中山天晴，江門、珠海驟雨。清遠、廣州天晴，肇慶驟雨，湛江雷暴。哈爾濱多雲，瀋陽有雨，北京、天津多雲，石家莊雷暴。南京雷暴，武漢驟雨，合肥雷暴，杭州多雲。桂林多雲，貴陽、南寧驟雨，海口多雲。西安、銀川多雲，蘭州驟雨，西寧多雲。昆明驟雨，重慶、烏魯木齊、拉薩多雲。天氣先講到呢度啦。財經消息亦都睇到呢度，多謝收睇。零售業競爭激烈，要突圍而出，商場唔能夠好似傳統咁，只係照顧吃喝玩樂，亦都要以新思維吸引人流。32歲嘅碧蓉係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時裝設計課程應屆畢業生。由會計係中途出家嘅佢，喺60幾位同學中脫穎而出，獲得畢業展全場總冠軍。款式上邊咧都會有最初好繁重咧，去到慢慢露出佢嘅皮膚啦，去到啲布料慢慢輕盈翻啦，最深色嘅墨綠色咧，慢慢去演變到佢比較淺色啲啦，代表生命力嘅、代表自由嘅粉紅色啦，咁樣去一個轉變嘅過程咯。由一個沉悶嘅城市咁樣去走咗出嚟，去突破、尋找自我。呢個畢業展覽亦都首次走出會展，移師到尖沙咀一個商場。比起往年呢，咁我哋平時咧係啲作品咧係會好多都係會比較隱蔽性啦，同埋冇咁 open 啦，可能一啲比較行內嘅人先至會接觸到嘅一啲地方咁樣樣。咁呢度咧係真係直接面向公眾。對於原本只係打算行商場嘅市民同旅客，亦都係個驚喜。可以避開一下主流人群嘅話，嚟呢度反而覺得好清靜，係一個好特別嘅感覺。有本地設計師指，香港地方始終細，無論學生或者現職設計師都好難有平台俾公眾認識作品，商場變相成為捷徑。對於啲畢業生嚟講係一個幾好嘅支持嚟嘅，因為平時即係我哋嗰個年代係冇啲商場去支持我哋嘅作品啦，即係可能我哋做完啲作品，可能淨係喺學校裏邊去做宣傳，即係可能做完都冇人知嘅，即係可能背後付出咗好多，即係千零件衫啦，但係其實擺喺學校裏邊，可能得啲自己朋友啊或者屋企人知。商場亦都會辦講座，俾市民多一啲新渠道接觸本土時裝潮流。有趣嘅係你講翻，你發覺啲原本喺場邊嘅一啲市民，佢坐埋落嚟聽嘅，亦都原來 fashion 唔係大家覺得咁樣聽唔明嘅。佢希望更多商場考慮同本地設計師合作，令更多人可以接觸到時裝文化。外
冇見女婿。你講我啊？一品豆漿呈獻《燦爛的外母》，8月28號晚8點半翡翠台。耀才證券再次喺香港交易所會議廳舉辦旗鼓迎戰大時代投資講座，由於反應熱烈，全場爆滿，信眾要求於8月26日加開第5場，費用全免，快打23431428登記啦！立邦淨味兒童漆融合3大嶄新科技，分解有害甲醛，1級抗污更潔淨，色彩恆久出色。立邦淨味兒童漆，守護你獨一無二嘅孩子。立邦會員於推廣期購物兼儲分，有機會贏取瑞士名錶。揾到屬於我嘅天空，至可以盡情投入，發掘更多可能，成就專業。建造業議會證書及文憑課程現正接受報名。瑞一寶全線產品買7送1，美食博覽17至21號約定你。Eon 連續10年包場，華貴搶閘先玩。10月1號 ，Eon 海洋公園哈囉喂會員同樂日，恐怖鬼屋逐個入，猛鬼隻隻跟到晒。Eon 卡會員可先攞飛後消費，有普通門票及限量2000張優越門票，優先玩盡恐怖鬼屋同額外3個驚嚇景點，全場 We 哇鬼叫夠晒嗨！1張飛由朝驚到晚，嚟 Eon 分行出卡兼出飛，最快30分鐘到手。你有冇試過上網揾酒店 ？Trivago 幫你比較250個網站同應用程式，超過100萬間酒店嘅價格，所以先可以用至低價錢揾到啱你心水嘅酒店。酒店 Trivago 緊貼樓市，全方位提供買樓資訊。以後每個禮拜都係我同 King Sir 同大家捐窿捐罅揾筍盤㗎。究竟而家係咪嚟英國買樓投資嘅好時機咧？如果大家想幾百萬就可以做到業主嘅話咧，唔可以偷懶啦！中原地產特約，日日有樓睇。星期1至5晚9點，無線財經台。開市前瞻，梗係要講下重磅股騰訊啊！嗱咁啊，見到目前咧喺對盤時段咧，騰訊已經急升咧超過15蚊㗎啦。咁啊，事關業績係遠好過預期，其他焦點仲包括萬洲入咗藍籌啦，國泰業績咧就差過預期。喂，即刻咧揾專家傾下偈好嘛？灣仔嗰邊有羅永、李家維，仲有 Conita 洪麗萍，電話旁邊咧你揾埋騰訊一個股東啊，植耀輝喎。各位早晨，係大家早晨，早晨。嗱，咁啊，騰訊好勁抽啦，而家股價咧叫價339，隨時破頂㗎啦。羅永啊，即刻幫大家數下個業績好唔好啊？因為第二季咧見到騰訊多賺咧70%。遠遠好過預期喎。嗱咁啊，當中見到幾項業務咧，話啲分析都話收貨好強勁增長，其中增值服務收入升咗咧43%，主要係咧 QQ 啊核心用戶嘅參與度咧上升咗。咁啊，大家好關心啲網絡遊戲啦。咁啊，收入增長39%，受惠於王者榮耀、英雄聯盟等遊戲嘅增長嘅。嗱，當中留意埋手機遊戲收入增長咗54%，第一次咧超越咗電腦遊戲喎，劉英。係啊，哇！真係都幾犀利下咁啊，仲唔止喎，咁啊仲有咧其他啲收入來源咧都增長強勁嘅，包括網絡廣告收入啦，增長到咧50%啦，咁啊視頻服務啊，咁啊就新聞啊嗰啲產品流量增長啦，咁啊就仲有令人驚喜咧，咪就係大家都睇實就係支付同埋雲業務啊，因為新增長亮點嚟㗎嘛，咁啊就呢啲咁樣嘅歸納為其他業務咧，收入都升到1.7倍喎，成績表係咪收貨？不如 Conita 講先咧。我諗就唔單止收貨啦。其實因為咧佢都即係比預期即係理想啦，咁同埋你睇到個增長咧，真係由50%至到70%不等。咁所